安祖你好，安祖，我想求屏东嘅六队客家文化园区，该位好爽么？好爽！伫该位你做的让到南北部都穷养嘅新菜苗、煮菜汤，也做的让到冇穷养嘅竹子焖黏膜，还有异道特色。该安阳板橋，清楚自强河到屏东火车站，接点攀查台湾河巷，就做得求到六队客家文化园区。好，請問下一茶表係幾多點呢？清楚7:21改表自強河。請問還有座位麼？我愛買一張船票。抓下長春期票，大約按21分鐘就會到屏東車站。冇關係，我愛買一張車票。好，求屏東嘅自強河船票一張48元。你係100個人，請問在提記熱台上車。請到5A 熱台上車。提醒你，下擺做得先伫台灣鐵路名站填座位票。很好哦，請問退票該下會帶乜嘅證件呢？帶你嘅證件也係護照，還有填票成功嘅天路台碼，就做得退票咧。我哋咧，這係你嘅火車票，求屏東站嘅自強河船票一張，收了你100個元，就50元元。好，是夢。